好，歡迎大家嚟到住家財經。咁啊，租繼續喺度啦。今日同大家講個話題就係地區銀行爆發揭雷曼2.0，又係字母產品出事，CMBS 拖欠創新高，摩通嘅大蒙發表呢一個曱甴率陸續有嚟嚇。今日就講下美國嘅經濟，講緊嘅地嗯，區銀行爆炸究竟發生咩事呢？爆煲嚇咁樣，啊，咁啊嗱，咁當然啦，即係試下先聲音畫面有冇問題？如果冇問題咧，咁啊嚟啦嚇咁樣。因為咧今日呢一個咧就唔係一個嘅即係直播節目嚟嘅，咁啊幾個鐘頭前錄㗎啦，咁啊但係咧就務求咧就最 update 咧就我哋就唔會好耐之前嘅，就幾個鐘頭前嘅啫。嗱，咁大家見到條標題啦，亦都見到幅圖啦，咁啊圖咧陣間會慢慢講解啦，上面嗰幅圖啦。咁你會見到一樣嘢咧，地區銀行咧，咁阿 Sam 咧開波前咧都問啊，係咪恒生啊？恒生有類似嘅問題，但係就冇美國嗰啲咁嚴重，或者冇美國嗰啲咁誇張嘅。咁呢次咧係講緊兩間至到幾間嘅地區銀行啦。咁啊講緊爆煲，咁啊唔可以話爆煲嘅，咁所謂嘅爆咧就係話佢有啲嘅即係5千萬。即係9800萬嘅有機會啲錢啊貸款收唔翻啊等等啦。咁咧，但係咧呢個問題咧，大家即係星期四令到成個嘅美國銀行咧跌咗好多，咁大家開始會驚。咁但係咧有啲人亦都話啊，究竟會唔會係雷曼2.0啊？嗱，我哋一路落嚟咧就會分幾部分講啦，包括係講下呢一個嘅即係成個嘅事件嚇，即係兩個地區銀行爆煲嘅事件嘅來龍去脈啦。咁啊，亦都會講下即係究竟即係成個具體操作係點啦。咁咧喺個中間嘅過程裏邊，你會見得 CME 呢一個 commercial 嘅 mortgage back 嘅 security 咧，咁同以前咧即係啲咩 ABS 啊、asset back 嘅 security 啊有啲相似嚇，即係講緊2008年雷曼兄弟爆煲嘅時候。咁所以咧先令到大家咦，好似有啲燶味聞到出嚟咯。如果大家咧觀眾朋友要即刻聽個結論啊，即係太長啦，我唔想聽你一個鐘頭嘅節目，太長啦，我淨係想聽個結論咧，話俾大家聽，未去到雷曼兄弟爆煲個時間，咁但係有咁嘅潛力，有咁嘅潛質係去成為雷曼兄弟爆煲2.0。咁啊一齊咧睇下美國個聯儲局啊，睇下咧美國嗰個嘅即係事態發展或者做法。好啦，我哋睇第一幅圖先啦。好啦，咁啊，大家見到呢幅圖啦，咁啊一路講咧就講緊咧，即係喺呢兩間即係地區銀行出事，或者係即係一大堆嘅即係銀行出事之後咧，其實就開始即刻個市場咧，即刻即係好似如獲至寶咁啊！大家即刻睇，咦係咪次貸風暴2.0啊嚇？甚至乎又話美國買唔起牛肉啊，或者下一幅圖咧就係講啊美國地區銀行又爆煲等等啊，即係呢啲咧好多你會見到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即刻開始去講啊，究竟有冇咩事啊？有冇成啊？我哋繼續睇埋下一幅圖啦。咁就係嗱，一路都係呢啲嘅，即係YouTube 啦，或者傳媒啦嘅即係論調嚟嘅啫。美國兩大地區銀行經傳爆煲事件啊，特朗普不高興了。咁啊，即係成個銀行嘅市值單日蒸發超過1000億啦，咁係真嘅。好啦，我哋睇埋下幅圖啦。喺幅圖咧，你亦都見到信貸問題咧，引發市場恐慌，包括地區銀行即係陷爆雷危機。好啦，咁究竟即係你見到咧，即係 ETN 又好，外邊啲即係 YouTuber 又好，即係不斷咁講話爆雷危機咯。咁究竟有幾大鑊，有幾爆咧？我哋先睇咗啲股價先啊。好啦，咁你啱啦，頭先嗰幅，咁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嘅即係頭先嗰幅啦，唔係呢幅啦，咁啊49.67嗰幅啦，你見到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嘅主角嚇，咁啊齊昂里昂個昂齊昂銀行嚇個名叫做，咁咧咁就10月你見到啦，嗱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月嘅股價，你見到佢10月16號嘅時候咧單日跌，即係收市跌咗13%。好啦，咁但係咧呢一間銀行咧，其實講緊咧跌完之後咧個市值都係即係70幾億嘅啫。咁而佢嗰個累積咧，呢幅圖亦都睇咧，累積成個月咧就跌咗13.6%。呢個係其中一間叫齊昂銀行啦。好啦，我哋睇埋下一幅圖啦。咁啊，另一幅圖咧有啲叫 Western Alliance 咧，咁啊就講緊係西聯銀行啦。咁咧佢亦都係一間即係啲比較細規模嘅銀行嚟嘅。咁但係你可以見到啦，細規模還細規模啊。雖然佢喺
即係10月16號啊，星期四嗰日咧，咁啊跌咗呢一個嘅10% 到11% 到，咁但係其實佢累積成個月咧係跌咗成18% 嘅，咁呢兩個咧就已經起碼話俾大家聽，即係呢兩間銀行咧，呢間咧就係88億到啦嚇，嗰個嘅即係市值。好啦，我哋80億到啦，我哋再睇下一幅啦。咁下一幅咧就係我哋有4間嘅，俾咗4間。嗱呢間咧就即係區域嘅銀行啦，區域金佢個名咧叫地區金融公司啊。咁RF Regions Financial 啊，咁直接譯嘅。咁咧佢嗰個嘅一個月跌幅咧又係12%。咁我哋睇埋下幅圖啦。咁就話俾大家聽咧，呢堆咧嗱最尾呢幅咧。咁後咧Citizen 嘅 Financial Groups 啊，咁咧就話俾大家聽，呢個咧就係一個月落嚟咧跌咗差唔多6%。咁咧呢一堆嘅銀行咧，呢一堆嘅股價圖咧，唔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嗰個嘅股價要點樣，唔係報股價，係最主要話俾大家聽咧，其實美國嘅即係小型銀行咧，即係嗰啲幾廿億、100億樓下嗰紮中小型嘅銀行咧。喺過去一個月咧，係出現咗即係比較翻天覆地嘅變化，就係佢嘅股價累積高位，累積冇咗成10幾%啦，接近20%都有之。咁呢啲咧係好短時間之內咧發生一個好急劇嘅變化，而其中嗰個導火線係乜嘢咧？下幅圖你哋會見到嘅就係一幅咧就係齊昂嚇。里昂個昂啊，齊昂銀行咧，咁佢個直譯嘅啫，我相信佢嘅名。嗱，咁呢間銀行發生咩事咧？嗱，佢好簡單咁講一句，咁陣間會再講多少少嘅。呢間銀行咧就係披露咗咧，佢旗下嘅加州銀行咧發現咧，早年批出咗2批嘅即係總值超過6000萬美元嘅貸款咧，佢相關嘅抵押品咧已經俾呢一個嘅債仔咧係非法轉移，甚至乎查封咗。咁所以咧，呢一間銀行咧，突然之間宣布要做成5000萬美元嘅撥備。咁你頭先講咗啦，佢嗰個市值咧其實唔多嘅，即係跌完之後70幾億啦，咁未跌之後可能80幾億嘅。咁佢個市值唔多嘅，咁但係淨係即係單一嘅一個嘅基金經理咧，即係佢係借咗俾單一一個嘅基金，咁由2個人組成嘅 Andrew 同埋另一位啦。咁咧。我哋講個基金，債仔基金債仔咧就借咗個6000萬裏邊，但係咧其實原來佢非法挪用咗。下一個咧，另一個咧 Western Alliance 咧，亦都係同樣地同一個嘅債仔，甚至乎涉及嘅金額咧9860萬添。好啦，我哋睇下具體點樣做啊！我哋睇下幅圖咧，你都會見到嘅嗱。咁究竟點解又會先牽涉到呢一個嘅即係commercial 嗰個 mortgage CMBS 咧？其中一樣嘢就係呢2個嘅涉案人員啦嚇，咁其實咧佢係一間基金嘅公司，咁其實佢最主要嘅業務咧就係收購一啲嘅不良嘅商業抵押貸款，即係一啲即係拖欠比率比較高啊嗰啲嘅商業貸款。咁佢低價收咗翻嚟之後咧，咁佢哋會透過一個嘅重組啊，透過一啲嘅打包啊，甚至乎即係同佢公司做 haircut 咧，係去將嗰個嘅不良貸款咧嘅盈利咧係體現翻出嚟嘅，即係等於例如係即係收爛數或者收壞帳，咁但係咧佢未去到爛帳嘅階段，只不過拖欠或者不良貸款。咁如果我哋用一個咧具體啲嘅例子去形容咧，就係話例如一個即係一間收數公司向呢一個嘅恒生又好渣打又好，咁佢有啲信用卡咧，條友3個月唔還喎，咁掟俾呢一啲收數公司，收數公司咧收完之後咧，佢就會收翻中間有啲嘅差價啊，甚至乎即係佢收幾多即係可能佢自己要同銀行查。咁而家咧呢2個人咧，即係組成嘅基金公司咧，就係專門向呢一啲嘅即係收購一啲不良嘅商業貸款。好啦，即係 distressed mortgage loan 咧。同埋相關嘅不動產嘅，咁但係最吊詭嘅地方咧，就係呢2個人咧，其實佢哋就唔係用自己嘅錢，佢哋係空手入白刃，就話先向啲銀行借一啲循環嘅備用貸款。咁循環備用貸款咁點啊？就係用呢一啲嘅即係不良嘅商業抵押資產咧，或者商業嘅票據咧，去進行抵押。咁啲銀行咧拎住呢啲嘅抵押品咧，就借錢俾佢。好啦，咁我哋睇下一幅圖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其中咧
佢做咗3樣嘢係去令到銀行係蒙受損失嘅，包括係啲咩咧？破壞抵押品嘅完整性啦，嗱，例如未經授權咧就轉移嘅抵押地未必係一層樓，或者未必係一個寫字樓，而係呢一啲叫做MBS 或者 CMBS，即係商業信貸或者商業抵押嘅票據，或者商業抵押嘅證券嚇，即係呢啲，但係咧有機會係少少不良嘅。咁第二咧就係佢允許呢個抵押品被法庭拍賣咧。第三咧就係違反第一優先嘅留置權。即係咩叫第一優先留置權咧？就係我作為銀行，我拎住你嗰個嘅即係抵押品嚇，咁我理論上咧有咩事嘅時候咧，我係可以有第一個嘅即係 first priority 咧，係去攞翻你啲債嘅。OK，咁但係咧而家情況就係話，佢直情改變咗嚇，違反咗第一，即係本身我係應該要第一銀行係攞到嗰個嘅。即係個債先嘅，即係或者攞到錢先嘅。咁但係你違反咗，我變咗攞唔到。咁呢樣嘢咧就係破壞抵押品嘅完整性。第二就係偽造文件咧。第三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嘅擔保資金係有問題啦。好啦，咁我哋逐個講挪用銀行嘅擔保資金啦。我哋第一個去下一幅圖啦。下一幅圖頭先講咗咧就話即係佢本身咧佢嗰個嘅借款人咧，即係嗰個嘅基金咧債仔咧叫做。將佢嗰個嘅即係作為貸款擔保嗰個不良商業信貸嘅票據咧，同埋佢嗰個嘅不動產咧轉移攞走咗佢。咁你話大佬本身我銀行攞住呢啲嘅即係抵押品咧係可以攞到錢嘅，但係而家冇咗，突然間發現咗之後係乜都冇嘅。好啦，第二個就允許抵押品就被法庭拍賣啦。咁呢個就頭先講咗少少咧，就係本身我攞嚟做拍賣嘅，唔係攞嚟做抵押嗰件嘢，突然間俾人拍賣咗。拍賣咗啲錢又唔係我攞翻俾我喎。第三就違反第一優先權咧，就係本身咧嗰個貸款協議咧係規定銀行對於嗰個嘅所有嘅抵押品咧擁有第一嘅優先嘅順位嘅，即係有咩事還咗錢俾銀行先嘅。但係借款人個行為咧係破壞咗呢一個嘅第一優先權嘅。好啦，我哋睇埋下幅圖啦。嗱，下幅圖咧就仲有兩個就偽造文件啦，即係呢一個嘅基金啊。直情係偽造商業嘅即係產權嘅保險文件啊等等啦，即係呢啲講到明嚇，講到尾咧都嘥氣嘅，即係等於真係犯法嘅。咁但係我哋咧一路講嘅時候咧就話，即係呢一個究竟係獨立事件啦，定係一個嘅即係普遍性嘅事件？OK，我哋睇埋咧最尾嗰個咧挪用銀行嘅擔保金啦，本身呢個嘅銀行咧嗰個咧就係會。有呢一個嘅即係 Western Alliance 嗰個訴訟裏邊咧，講本身咧係應該要維持$200萬嗰個嘅平均餘額嘅，咁但係個戶口咧最後得返1000幾蚊美金嘅，咁所以咧啲錢唔見晒嘅。OK，好啦，我哋睇下幅圖啦。嗱，頭先講嗰兩個咧，齊昂銀行同埋西聯銀行咧，就係右手邊嗰個兩部分啦。咁你見到咧就係話10月中旬咧先至出嚟嘅，但係咧。西行咧嗰9800幾萬咧就唔係10月中嘅，其實佢8月嘅時候咧就入稟咗法院咧，就向呢個兩條友或者呢個債仔基金咧係去追索呢個9800幾萬，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即係齊昂銀行咧先至發覺，咦，同樣嘅名喎，同樣嘅基金喎，咦，會唔會係出事咧？先至去查嗰條數，跟住先至發現咗，死啦，仆街啦，6000萬嘅貸款裏邊有5000萬咧係收唔翻嘅。但係大家要留意一樣嘢，點解成個嘅即係美國嗰邊咧，即係搞到沸沸揚揚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原來之前喺9月下旬咧，都仲有兩間公司，包括第一間叫 First Brand 啦，咁第二間咧就係叫做Tricana 啦。咁 Tricana 同埋 First Brand 咧係講咩咧？第一個 First Brand 咧就係嗰個嘅brand 啊，咁啊就係汽車零件嘅供應商嚟嘅，但係破產。咁佢破產欠嘅即係爭落嘅錢咧，用數以10億甚至乎上百億去計。咁一間好普通嘅一間嘅即係汽車零件公司，原來爭咁多錢嘅。咁第二個咧 Tricana 啦 ，Tricana 咧亦都係一個次級嘅汽車貸款嘅機構嚟嘅。咁亦都係即係汽車貸款。咁但係呢一間 Tricana 咧，甚至乎連摩通咧，即係摩根大通咧，都受到佢嘅影響，受到牽連咧，即係要用即係撥備上億元嘅資金嘅啦。好啦，大家聽完晒之後咧，你會發覺原來幾樣嘢，咦，令到成個嘅美國嘅市場有個擔心就係，咦，點解好似私人貸款市場、商業貸款市場
好似出現咗一啲比較混亂嘅狀況，而嗰種混亂嘅狀況咧就係一破產嚇。跟住你就好多嘢係要硬食，甚至乎未破產都好啦即係你會發覺佢亂咁挪用啲商業票據，咁大家就會開始擔心一樣嘢，就係擔心美國嗰個商業貸款市場係咪出事咧？好啦，我哋睇下一幅圖咧，咁你就會講啦，擔心嗰個咧唔係淨係即係我哋呢啲香港嘅即係財經嘅即係YouTuber 啦。其中一樣嘢，你會見到咧，即係大蒙大蒙就係呢一個嘅 James Dimons 咁咧就係JP Morgan 嘅 CEO，咁佢咧即係基本上咧就經常都語出驚人嘅啦。OK，佢直情今次咧就講話，如果你見到一隻曱甴嘅話咧，有機會會更加多。咁呢個咧，我喺好耐之前咧喺信報寫專欄嘅時候咧，亦都套用過呢一句説話嘅。咁財 Q 大人嘅專欄咧，當時亦都講啦，基本上你喺條街度見到一隻曱甴嘅話咧，其實你係唔難想像或者唔難理解係會有一竇喺後邊嘅，因為曱甴你就算飛極都好啦，即係你唔會飛100公里走過嚟揾你噶嘛，可能幾公里或者甚至乎一兩公里咁樣，可能佢個竇就喺附近，甚至乎係佢係附近係有好值得令到佢逗留嘅東西喺度，就係可能啲腐肉嘢食唔乾淨嘅東西等等啦。好啦，咁而家大蒙咧就話咩？就喂，因為佢自己本身即係摩通咧，都因為呢個 Tricolor 嘅即係破產保護咧，或佢係需要即係攞到超過即係作出超過1億美元嗰個嘅即係撥備信貸撥備，話有機會收唔翻。所以咧佢言論就話睇嚟佢陸續仲有嚟嘅，即係呢一個嘅破產嘅問題。好啦，嗱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即係一輪嘴講咗好多啦。咁飲啖水，好快飲啖水溫Sam 出嚟先。咁跟住落嚟會再講仲多跟住落嚟係重點啦，起碼俾咗個前設大家睇究竟咩事先，由股價開始睇，一路睇落去，睇到究竟啲觸發條件，跟住而家新聞之後呢，就更加重要呢，就係你嘅分析啦。咁你嘅分析究竟即係落去會俾到更加多嘅咩資訊，大家可以大家多啲思考呢？咁樣咁等你可以話俾大家聽。嗱，我哋咧就習慣咧一次過咧就講晒即係會講嘅嘢啦，包括今次就講地區銀行咁樣啦。咁如果其他即係關於即係呢一個 topic 以外嘅咧，咁我哋就會喺 Patreon 嗰邊講嘅，因為咧嗰個就一般就唔係我去講嘅一般咧就係其實都係我講嘅，但係一般咧唔係我做主導，係啲 VIP 咧，佢哋會問啲相對我自己覺得咧就貼士同埋高質嘅問題咧，跟住我就係就住嗰個係去即係講翻我自己意見啦。咁就嗰個就係聽日先會同樣時間。冇錯，咁嗰個加入 Patreon 嗰個網址咧就會喺下邊描述欄，你 click 入去咧 join 入去咧就可以啦。最低級別嘅 Tier 1咧，基本上都可以聽到頭先阿 Joe 講嘅 VIP 直播嘅。咁另外 Tier 1以上嘅咧，仲可以睇到咧李鴻賢同我咧嘅做嘅唔講財經，咁有時係講啲財經以外嘅話題嘅。好啦，咁飲完水啦，唞夠啦，下一 part 咧通常都係重點啦，咁要交俾你講啦。好啦，下一幅圖啦，咁樣，通常都係咁所謂嘅重點咧，頭先講咧，即係由起承轉合講啦，講咗就係股價銀行銀行俾人掟甚至乎即係超過1000億嘅即係損失或者蒸發咗市值蒸發咗超過1000億咧。咁但係咧，9月嘅公司嘅破產咧，再加埋呢一個嘅齊昂銀行啦，加埋西聯銀行嘅出事相繼出事咧。大家會開始擔心咧，就係商業貸款嗰個嘅部分。咁但係咧，商業貸款又或者咧，頭先講啦，就係嗰個嘅基金債仔嗰兩條友，即係嗰兩個騙子、兩個騙徒。基本上咧，如果嗰個嘅即係成個市場咧冇事冇幹嘅話咧，其實佢哋係冇問題嘅。即係佢哋，你會見到佢哋空手入白刃，跟住咧係去即係收購一啲咧不良嘅商業貸款或者商業票據，跟住重組完之後咧，打包完之後咧就再賣翻出去，中間就再還錢俾銀行，自己係過水濕腳。咁成個過程咧就好流暢。咁但係有個問題就出現咗咧，就話商業嘅貸款裏邊咧，其中幾大部分咧
係接近一個叫做寫字樓嘅貸款，或者叫 office space 嘅一個嘅貸款。咁咧嗱，但係呢一個嘅即係美國啦，啱啱最新公布嚇，即係去到7月嘅數字咧，其實成個嘅美國嘅寫字樓空置率咧係創新高嗱，包括即係穆迪啦，或者包括下一幅圖咧，你都會見到咧，唔同嘅報道咧，亦都講咗其實佢哋非常之關注住呢個嘅即係成個嘅美國嘅寫字樓嘅空置率問題或者寫字樓問題咧。咁咧嗱，俾個數據大家，其中一樣嘢咧，嗰個嘅寫字樓嘅空置率咧，下幅圖啦。咁空置率咧，2025年嘅 Q2咧，嗱有啲嘅講法咧係講緊係去到20.7%。咁嗱，你睇下高度係遮住啦。咁咧，但係更加多，因為其實咧，佢嗰個平均數嚟嘅。咁但係普遍大家已經覺得咧係知道嘅認知咧係超過19%啦。咁究竟去唔去到20咧？咁佢要計究竟你嗰個甲級啊、一級啊定幾多級嘅寫字樓咧？咁但係而家話俾大家聽，咦？當你一路個市場擔心緊，即係嗰個商業貸款，擔心緊嗰個嘅commercial mortgage back 嘅 security 嘅時候咧，你突然間發覺，當中組成嘅，即係因為咧commercial 嘅 mortgage 嘅security，即係 CMBS 咧，其中包括埋酒店啦，包括埋寫字樓啦，包括埋鋪啦，包括埋工廠大廈咧。但係寫字樓嗰部分咧係佔非常之重要嘅，即係你可以不難想像啊，即係我哋。即係喺用翻香港做例子，大家就會易明啦。湯文亮買咗高追咗呢一個嘅中環中心，咁佢高追中環中心嘅時候咧，其實佢未必會自己俾晒錢嘅，佢會問銀行借錢，將嗰個中環中心抵押咗俾銀行，跟住去借短期嘅貸款或者借啲貸款去做嘅。咁佢銀行亦都可能會將呢啲嘅即係有抵押嘅 mortgage 咧，就打包咗成為咗 CMBS，跟住又再賣俾其他人。咁呢樣嘢咧就係講緊同當年咧雷曼兄弟爆煲啊，或者當年咧次按危機出現嘅時候咧，嗰個嘅 asset back 嘅 security 咧一樣叫 ABS 啊，或者 MBS 啊 mortgage back 嘅。咁當年咧亦都好多呢啲咁樣嘅字母嘅。咁但係當年大家知道啦，就係呢一個嘅，即係成個嘅房利美、房貸美出事啊，嗰個嘅次級按揭嘅貸款市場出事啦。咁究竟去到2025年、2026年會唔會出事嘅？並唔係呢一個嘅次級貸款，即係講緊即係住宅貸款，而係講緊另一個層次，係去到商業貸款咧。咁而商業貸款裏邊咧，包括埋呢個寫字樓個貸款，而寫字樓咁啱你見到個空置率高到咁嘅時候咧，其實大家開始係意識到個問題嘅嚴重性。OK，好啦，咁我哋睇下一幅圖咧，你會見到嘅嚇，咁咧佢嗰個嘅CMBS 咧，頭先亦都講咗 CMBS 包括好多嘢嘅，咁但係咧佢其中一個咧寫字樓係主要嘅嗱，而家呢幅圖咧就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唔同地區美國唔同地區咧，佢嗰個嘅空置率嗱，三藩市嗰個空置率咧講緊27.7%，紐約 downtown 咧23%，其實咧。當你發覺望住個中環嚇，即係15、16% 嘅空置率嘅時候，原來唔係好高嘅啫。你見到紐約23%，三藩市27.7%去到28%，即係十室九空裏面10室有3空嘅。咁另外啦嚇，即係你會繼續再睇下落去咧，美國整體嗰個 national 嘅 average 咧都有20.7%，亦都係講緊咧係一個 record high 嚟嘅嚇。咁所有嘢咧，全部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就係美國嘅寫字樓咧出現咗一個幾危險嘅信號。OK，好啦，咁佢危險嘅信號包括啲咩？點解會咁危險咧？其中一樣嘢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咧，佢係包括埋佢嗰個嘅即係樓價嚇，即係一路夾得咁高啦，高咗上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嗱有一個圖應該就睇下先啊。冇做到嚇，少咗，不過唔緊要，我就而家 send 翻俾阿 Sam，或者一路講嘅時候咧一路出。咁嗰個咧就係講緊而家點解嗰個嘅即係寫字樓咧會冧得咁緊要啦。嗱，其中一路
正經嘅時候喺度講，就係包括咧疫情之後咧家居辦公室即係 work from home 嗰個趨勢持續咧。雖然係有好多嘅即係大機構話喂取消啦 work from home 唔可以啦，但係都仲係好多 OK。咁令到成個美國嘅寫字樓空置率咧居高不下。24年咧就已經去到19.4嘅啦，而家再繼續升穿埋20%。咁你空置率高嘅時候咧，嗰、個嘅租金回報咧，嗱呢度講緊係啦，呢幅圖俾埋聲。咁個租金回報咧，自不然就會下降咧。租金回報下降嘅時候咧，係成個嘅寫字樓咧係會個估值會下降嘅。咁當你攞住本身1000億估值嘅寫字樓去問銀行借500億，但係而家嗰個嘅寫字樓嘅估值咧得翻700億嘅時候咧，咁你嗰500億嗰個嘅還款嘅壓力就會大咗好多啦。咁或者甚至乎我唔係500億啦，我1000億本身1000億市值嘅寫字樓，而家得翻500億。咁如果我就係借貸嗰個嘅比率係50%，即係我估值幾多，我可以借到50%嘅。咁而家你得翻500億嘅話，咁你借咗500億嘅時候咧，咁你要還嘅咯喎，嗰250億，因為銀行喺風險管理嘅情況底下咧，佢唔可以做到咁多俾你。你估值跌嘅話咧，就唔麻煩你一係補啦，一係補翻，一係咧就賣晒佢，就唔好再借啦。OK，好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除咗呢一個原因之外咧，你亦都會見到成本增加咧，即係第二個原因就話美國聯儲局啦，即係佢基本上咧過去2022年到2025年咧，其實一路咧2024年咧一路都係加息嘅水平，加息嘅邊緣，咁由零息一路加到上去5.25厘嘅水平，咁所以咧令到嗰堆嘅即係商業房地產咧嘅貸款利息開始一樣係咁辛苦還款難，所以咧大家有陣時咧諗緊一樣嘢，唔好淨係諗住即係即係住宅貸款，如果即係淨係住宅貸款嘅話咧，即係阿湯文亮唔使沽鋪沽得咁，即係沽寫字樓沽得咁辛苦啦。李根興唔使沽鋪沽得咁狠啦。就係話俾大家聽，有啲嘢係即係當佢冧咗價嘅時候，銀行係會同你傾咁樣。咁亦都有一個嘅貸款嘅違約潮啦。咁呢啲就頭先講咗，因為佢冇辦法抵擋，頂唔到嗰個嘅高利息，亦都頂唔到。咁呢樣嘢其實我喺之前幾集咧係有講過咧，香港嗰個嘅商業貸款嗰個問題咧係好嚴重，但係估唔到而家唔係香港出事先，係美國出事先啦。OK，好啦，最尾就亦都係價值嘅暴跌啦，亦都講緊咧頭先講咗就話佢喂，咁你當你空置率高啦，當你租金嗰個嘅收入減少啦，咁你當你租金收入減少嘅時候咧，呢個寫字樓嘅估值就估唔到1000億㗎啦嘛。係咪？咁就淨係可能估到700億嘅時候，咁你借貸50%只能夠借350億啦。咁呢個道理咧，大家都明㗎啦。OK，好啦，咁繼續講咧，就去翻原本嗰幅圖嘅下一幅啦。咁原本嗰幅圖下一幅咧就比較重要嘅，我自己覺得重要啦。咁咧嗱，呢個係咩圖咧？呢個穆迪做出嚟嘅圖嚟嘅。咁佢用2019年或者叫2020年咧，你見到個圖咧，2020年咧做一個基礎。咁佢係升咗幾多個百分點嗱？咁藍色嗰條線咧就係嗰個嘅 CMBS 嗰個嘅拖欠嘅比率。咁至於黑色嗰條線啦，唔係咖啡黑色嗰條線咧就係嗰個嘅空置率。咁你見到咧，咦？空置率咧其實喺2020年咧到2025年咧呢5年間咧，其實都上升咗成4個百分點嗱。咁唔係講緊20% 個空置率，而係講緊咧佢上升嗰個嘅百分點OK，即係唔係講緊絕對值。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即係喺寫字樓空置率上升4個百分點，去到突破20% 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嘅 CMBS 嗰個拖欠比率咧係升咗成11%。即係換句説話，話俾大家聽咧。你見到嗰個嘅即係嗰個空置率係平穩地上升，但係嗰個拖欠比率咧喺呢一個2024年之後咧係突然之間大幅上升嘅。咁呢個兩者係有個絕對嘅關聯啦。第一、第二就係你亦都會見到咧喺2024年、25年嘅時候，大家開始擔心呢一個嘅危機亦都到來啦。咁樣好啦，咁亦都同大家講翻啦，其實少少數字嘅2025年咧，佢嗰個嘅第二季咧。成個嘅寫字樓空置率20.7%咧，但係如果你要計嗰個嘅即係去到7月嘅時候咧，甚至乎係突破呢一個嘅
20% 嘅，亦都好啦。咁至於呢一個Office Space 嘅頭先講咗啦，因為咧嗰個嘅 CMBS 咧，即係商業嘅抵押貸款啦，或者商業抵押嘅票據咧，其中一部分係包括寫字樓嘅，即係 office 嘅back 嘅 CMBS，即係話等於係有寫字樓做抵押嘅。咁但係嗰個嘅相關嘅拖欠比率咧係14.26%，亦都係創咗歷史嘅高位嘅。咁佢嗰個創歷史高位咧，除咗佢嗰個嘅幅度高之外咧，佢嗰個嘅2025年佢嗰個增長嘅幅度啊，即係咧嗰個嘅拖欠率嗰個嘅急升嘅幅度或者個速度咧，其實已經超過2010年咧，即係金融海嘯之後嗰個嘅數字嚟嘅。即係話俾你聽咧，即係呢半年嚟，即係2025年上半年出現嗰個嘅拖欠比率嘅增長嘅幅度咧，其實係15年嚟最勁。講緊最快嘅。咁呢樣嘢咧，亦一路以嚟咧就話俾大家聽，點解即係一路講咧？點解要咁重視呢一個嘅成個嘅美國商業信貸或者 CMBS 嗰個市場咧，就係其中一個嘅一塊 puzzle 開始出現缺口，或者其中一支嘅梁柱開始出現裂紋所以先至會咁大鑊。好啦，我哋睇埋下一幅圖咧，你亦都會見到嘅。下一幅圖咧就係亦都係咧，就講緊呢一個嘅成個 CMBS 美國商業呢一個抵押貸款咧，佢裏邊嗰個嘅組成嘅。咁你可以見到咧，其中一個咧就係寫字樓嗰邊咧係升得好快。OK，咁寫字樓嗰邊亦都升得即係橙色嗰條線咧，寫字樓啦。咁 apartment 咧就係紅色嗰條線啦。咁至於即係工業咧 industrial 咧就係藍色咁嗰個好少嘅啫。咁 retail 咧就係亦都係一個紫色嘅。OK，咁最尾就 hotel 啦，hotel 咧就係呢一個嘅綠色嘅部分。咁呢個咧亦都可以同大家即係講就係成個就係佢佔嗰個比例亦都非常之高，而寫字樓出事嗰樣嘢咧，亦都可以大家望住嘅。好啦，咁嗱呢堆咧係講緊俾大家聽咧，係嗰個嘅拖欠比率邊一範係最嚴重嘅。喺疫情嘅時候咧，咁當然啦，唔使問下貴啦即係呢一個嘅酒店，即係綠色嗰條線最高嘅。咁但係而家冇事冇幹咧，你見到咧橙色嗰條線咧就已經去晒呢一個歷史高位啦，咁冇得走啊！咁所以咧，大家即係要留意美國嗰個嘅會唔會有出現2008年次按危機，但係而家去到2025年變咗做咩咧？商按危機或者商業貸款危機都可以嘅。好啦，我哋睇埋下幅圖啦。嗱，成個市場咧有幾大咧？咁亦都可以話俾大家聽咧。成個市場即係而家面對緊咧成33%嘅，即係相當於即係嗰個嘅33，相當於成個嘅 office 啦，係喺2027年咧就會開始到期。咁呢種嘅到期咧係講緊咧成即係2000幾億OK。2900幾億冇睇錯啊！咁咧講緊呢個係啦，2900億美元嘅數字嚟。咁嗰度咧相當於咧1400棟嘅辦公大樓嗰個嘅債務嘅到期。咁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啦，一路講，喂，你2025年講定2027年即係等於我哋2個月之前咧，同大家分享嗰個嘅即係crypto 嗰個 treasury 即係。Crypto Treasury Company 咧嗰個問題一樣嘅。咁我記得係8月頭講嘅，話俾大家聽，喂，太多呢一個嘅美國嘅科技公司係將佢手頭嘅閒錢咧走咗去做買 Bitcoin 當係儲備而炒一輪嘅，炒到癲晒嘅。咁大家自己留意啊。當時咧我亦都同大家講啦，喂，你唔好問我幾時會爆，我冇個水晶球。咁但係咧就已經同大家即係寫咗落記錄上面咧，就講股票市場嘅3大坑即係未計打仗3大坑，咁全部都係灰犀牛，包括就係呢一個嘅即係 AI 嘅估值過高啦，亦都包括呢一個嘅即係呢一個嘅crypto 嘅問題啦。咁嗱，而家咧又新一個問題啦，就係講緊商業貸款票據或者商業貸款嘅按揭或者係即係 CMBS 一次過簡單啲講啦。咁呢度亦都有機會會爆煲。咁啦。但係咧，當呢一種嘅爆煲加埋呢一個 AI 嘅人形蜈蚣嗰個嘅即係爆裂或者叫火燒連環船咧，所以未來嗰個嘅市咧，如果一爆嘅話咧，唔係用月
去做單位咧去 cover 嘅。好啦，我哋睇下一幅圖啦。嗱，下一幅圖咧就係講緊另一就不係啦呢幅圖啦。咁你見到咧，咁淨係抽咗幾個嘅啫，淨係抽呢個信用卡貸款咧、汽車貸款啦，同埋學生貸款俾大家。咁其實咧，好早之前我亦都講，其實我成日都望住美國嘅貸款嘅質素嘅，因為美國人中意借錢，亦都中意炒股票。如果個股票市場一冧咗，就所有嘅負面嘅問題咧都會出現嘅。即係你可以幻想到一個美國人係去借錢又好，唔借錢都好，炒股票。炒完股票之後賺咗錢之後咧，佢又會攞嚟消費，甚至乎賺咗錢之後咧，攞嚟再借錢去消費。咁所以咧，其中一環一出事嘅話咧，就全部都冚包散嘅。OK，咁而家包括係汽車貸款啦，包括係信用卡嘅貸款咧，包括學生貸款呢三大份咧，大家要留意住。而信用卡貸款咧，亦都開始邁向緊2010年，即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個高峰嘅。咁所以大家自己留意住。好啦，可以睇埋下一幅圖啦。咁下一幅圖就美國商業美國銀行的貸款嘅拖欠金額啦咁樣，咁亦都望到啦咁拖欠金額咁就唔係好多，咁但係咧，你會見到咧，佢亦都係不停咁壓咗個頭上去，而壓咗個頭上去咧，亦都係去到2012、13年嗰個嘅高位嚟嘅，即係等於咧，即係成個世界係即係可以大家即係預計咗 expect 咗，就係完全係冇吸收過任何教訓嘅或者就算你吸收教訓都好咧，美國一個資本市場、一個自由市場或者一個市場主導嘅，佢就係會周而復始咁係去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周期性嘅災難啊！好啦，我哋睇埋最尾嗰幅圖啦，最尾真係最尾呢幅圖啦，咁最尾呢幅圖咧就話咧申請破產公司嘅數字，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唔係呢個嚟嘅咁睇到個 trend 嘅。OK，咁你睇到個 trend，咁就係亦都一路上緊去啦。咁而會唔會係突破？其實而家已經突破咗2014、15年嗰啲高位㗎啦。咁但係咧，我哋一路睇咧，就係會唔會仲更加多公司係出現爆煲？而當呢一個嘅即係 crypto 啦，呢排咁樣冧咗落去咧，其實我自己咧都幾表示呢個關心。OK，即係可能真係會出事。好啦，咁關心邊個咧？關心最尾後。你會見到咧就係特朗普大朗普咁樣，咁就你亦都會見到咧成個嘅過程咧。頭先同大家講即係講多一個就話俾大家聽咧，嗰個嘅銀行咧而家出事咧就係一定會發生。咁恒生呢啲咧，即係譬如好似香港呢啲咧，即係小型中型銀行或者叫做即係地區性嘅銀行咧，佢一樣係面對呢個問題嘅。好啦，而家我哋講到最尾咧，成個美國面對緊幾樣嘢，就係話第一就係中小型銀行嘅困境啦。咁而中小型銀行有咩困境啊？咁佢借咗錢俾呢一啲嘅基金攞嚟炒不良貸款嘅資產，但係就出現爆煲。咁點樣出現爆煲啊？就因為寫字樓出現空置率高。點樣寫字樓出現空置率高啊？因為 work from home，因為呢一個嘅即係生活改變咗，或者大家而家即係唔需要再咁多寫字樓啦甚至乎 AI 嘅出現係取代咗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會爆煲。咁所以咧成個套路咧，大家要知道嗰條龍係點樣行嘅。咁另一樣嘢咧，亦都要同大家講啦。嗰個嘅即係美國地區性銀行而家面對緊幾樣嘢點解嗱呢個嘅齊昂銀行或者西聯銀行咧，都係一個嘅即係冰山一角。就算佢哋冇湧出嚟講到咧，其他銀行咧，大家一定要知道美國有好多嘅地區銀行，好多中小型嘅銀行，而佢哋面對緊嘅嘢係一模一樣。包括啲咩咧？第一就係話地區銀行咧係靠穩定而好平嘅存款係去提供一個資金嘅。OK。即係點解？喂，大佬，你好似恒生咁啊，全部都舊街坊老街坊咪儲錢落去咯即係佢息又唔係話特別高㗎啦。咁但係問題起碼佢穩穩陣陣覺得佢好啦，呢個係低息或者叫平錢。第二咧就係佢靠咩咧？就借錢出去收息，咁就係去賺錢。咁但係中間嘅過程裏面有啲吊詭嘅地方咧，就係2022年至到2022年咧加得非常之快。咁中間加息快咧，其實呢一啲銀行咧，之前早年買落咗嗰啲嘅即係低息
或者叫做低相對上穩定嘅定息產品啦。咁當中嘅定息產品包括咩咧？30年期嘅美債啦。咁你會見到咧，如果用一個嘅低位去計咧，30年期嘅美債咧，過去幾年嚟低位可能係3點幾，但係如果最低位咧，可能係1點幾厘嘅啫。咁但係而家其實已經係一路夾到上4厘樓上，咁嗰個嘅孳息係不斷咁升，等於嗰個嘅債價不斷咁跌。咁而嗰個債價跌咧，係會令到呢一啲嘅即係地區性銀行啦，或者小型銀行咧，喺買咗即係買咗呢一啲嘅即係債務啊，或者買咗呢啲嘅定息產品之後咧，其實會出現咗一個咧叫做未變現嘅虧損，咁係會損害咗呢啲嘅地區銀行嗰個嘅業績嘅。好啦，好簡單咁講，即係話，喂，我之前係即係嗱，錢係平錢㗎啦。之前因為低息嘅時候咧，我買落咗好多呢啲嘅即係相對上我覺得穩陣嘅票據或者美債，咁但係而家加息喎，咁呢啲嘅所有嘅票據個價跌咧，咁佢雖然佢未沽，但係佢會出現咗一啲咧叫未變現嘅虧損。咁好啦，而家即係但係經濟咧就開始放緩啦喎，最近。咁經濟放緩咧，呢一啲嘅即係商業票據咧爆咧，亦都會影響咗嗰啲嘅中小型銀行，因為佢哋有陣時咧係除咗買啲債之外，亦都會買呢啲嘅 CMBS 咧，係去獲取更加高嘅利息、更加高嘅回報。但係即係呢個汽車貸款啦、Tricolor 啦，或者啲寫字樓嘅爆煲咧，係會令到呢啲嘅中小型銀行咧同樣蒙受損失嘅。咁所以咧去到最後咧，即係我哋一定要望住，即係而家個風暴咧，即係我唔可以話唔可以話已經停，但係咧佢絕對有條件咧喺2026年啦，即係今年我唔知啊，今年會唔會爆？咁2026年咧喺特朗普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出現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嘅。咁而出年亦都比較金嘅年份啦。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即係我哋一路而家講咧，即係節目咧又嗰句節目咧個個禮拜都做，但係係咪話俾你聽下個禮拜爆煲咧？唔係，但係我哋要有前瞻性咧。睇咗嘅觀眾咧，即係飲啖水先。等啲睇咗嘅觀眾咧，即係咦知道呢啲商業貸款嘅票據咧，有機會係等於當年嘅次按。咁我亦都好記得咧，亦都係當年咧2007年嘅時候咧，其實我講過好多次啦，呢個喺策略王有喺住家財經喺 VIP 都講過好多次呢一個嘅故事，就係次按喺2008年嘅中秋係一個嘅爆煲點。當日咧就喺呢一個電視台度做記者啊，咁啊因為即係比較高層嘅關係咧，要一個人提晒所有嘢。咁正係因為嗰一日咧，中秋翌日咧爆煲咧，係要即刻包好多隻股仔，就係呢個雷曼兄弟。咁咧所以先至記得咁清楚。但係大家要追溯翻，如果有睇到 Big Short 啊，即係孤注一擲好似咁咧，佢嗰個嘅故事咧就話俾大家聽。佢好早已經發現咗個問題，但係可以拖好耐先爆。咁大家要追溯翻啦，2008年中秋係嗰個嘅爆煲點咧，向前追溯咧，可以話俾大家聽係追溯到18個月咁滯嘅。點解咧？就係2007年咧，第一季匯豐出盈警，跟住再賣之後就賣埋匯豐北美嘅業務。當時做緊呢一個嘅財經記者嘅時候咧，已經睇到一樣好嚴重嘅事，因為銀行出盈警咧，其實好罕有嘅事。而銀行出盈警之後咧，大家亦都要知啊，當時咧出咗盈警之後咧，亦都有呢一個嘅貝爾斯登之後爆煲啦，跟住先至再到呢一個雷曼兄弟爆煲，一路有好多銀行爆煲咧，或者好多銀行出事咧，大家未必會即係未必會咁上心嘅。而家呢兩間咧齊昂銀行啦，或者係Western Alliance 嘅爆煲啊，或者叫欠債咧，可能只係等於當年2007年匯豐嘅盈警嚇。咁所以咧就係好戲一定係會在後頭嘅。如果今次即係減息咧，你即係好大嘅機會係減0.25咧，但係亦都好大機會減0.25咧，係救唔到呢啲嘅商業票據嗰個嘅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講到呢度咧，就話俾大家聽啦，係即係個問題就好大㗎啦。咁但係係咪聽日爆咧？唔係嚇。
係咪即刻爆咧？唔係嚇，亦都未必會好似雷曼兄弟咁，因為今時今日個資本充足多好多。但係我哋係唔知道佢有幾多隱藏嘅問題，而好似今次齊昂銀行咁咧，亦都係呢一個借完俾人，即係如果唔係Western Alliance 即係入稟嘅，我都唔知道原來嗰個基金嘅債仔係咁大鑊嘅。咁所以咧，即係 for 大家 information 啦，即係成個嘅即係問題咧，開始陸陸續續浮現㗎啦。今日股票市場頂唔頂到咧即係佢自己有佢嘅自己生命力，但係咧美國嗰邊咧，美國嘅股市咧。喺今天嚟計咧，加埋 AI 人形蜈蚣啦，加埋呢啲商業貸款，即係商業抵押貸款票據嘅即係出事咧，加埋寫字樓嘅新高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嗰個值博率開始越嚟越低㗎啦。好啦，咁啊揾埋阿 Sam 出嚟先啦。咁啊嗱，即係今集咧講嘅嘢咧，就相對上係好有前瞻性啊，好有前瞻性啊，亦都 technical 啲啊，即係。係啦，即係本身都係嗰句，本身即係做好咗嘅功課咧，不知何年何月先至可以出現啊！即係呢一個嘅英國經濟嘅經濟香港經濟但係因為咧英國經濟唔好等到抽轉案出因為大佬咁到時又要再做多啲嘢。但係咧英國而家個問題就係失業率係即係相對上高嘅但係佢通脹亦都高嘅。即係3%冇記錯。英最大嘅問題咧，唔係有冇嘢人做到嘢，而係最大問題咧喺咁多個國家裏邊咧，即係佢都仲係一個相對上高失業率嘅地方咁因為佢可能佢啲能源結構有問題咧。咁但係調翻轉加拿大，你話係咪好好咧？加拿大即係開始技術性邁向緊呢一個衰退。呢一個嘅即係出嚟嘅 GDP 開始萎縮，咁亦都俾人發現唔係發現嘅，大家都知道原來加拿大嘅儲備係完全冇黃金嘅，係零黃金嘅，佢淨係揸住啲其他嘅國家嘅貨幣。咁如果佢揸住嘅貨幣，其他國家嘅貨幣係美元，而美元又大貶值嘅話咧，加拿大亦都有機會會俾人追擊嘅。不過當然咧，呢啲嘢就講得太過遠啦。加拿大元係絕對有機會俾人追擊嘅，加紙或者即係加拿大經濟一唔好嘅時候咧，加紙都會俾人追擊。咁所以咧好多唔同嘅麻煩嘢啦係啊，咁大家都要坐穩睇定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個別問題又或者譬如呢條 technical 嘅片，你聽完之後觸發咗你思考咗更加多唔同嘅問題，想了解多啲呢，大家就可以咧喺我哋下邊呢有個描述欄嗰度有個 Patreon 嘅網頁，加入去 click 入去加入我哋嘅 VIP 呢，就可以入嚟問問題㗎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辛苦晒 Joe，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